很忙，带来了这首经典之作《青花瓷》。青花瓷这首歌在台湾和大陆都引起了巨大反响。2008年的第19届台湾金曲奖，青花瓷一首歌拿下了4个奖項。青花瓷真係藝術作品。或者啱啱講方文山嘅地位不輸俾李商隱，同埋唔知邊個文人啊，真係文人之中文。最靚嘅歌曲配搭上最靚嘅詞。这首歌直接引发了青花瓷热，喜欢青花瓷的人就争几时上百倍。马未都直言，自己长大了多次百家讲坛，都不如周杰伦这一首歌。但问题来了，青花瓷这首歌为什么能成为经典？为什么形成这么大影响力？第一是文化符号。方文山是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，原因是他想寻找一件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，一开始想选青铜器，但觉得青铜也用来做兵器，杀气太重。那时候杀气太重，对古文物很有兴趣。我一开始这首歌叫青铜器，文人啊，文人，文人啊，时期也可以同时交换主题，有魅力嘅文瓷器太重，青铜器取消。就选择了瓷器，最开始选的是汝窑，于是有了天青色等烟雨。但後來覺得天青色等煙雨，因為話做汝窑嘅時候咧，需要咧好特別嘅濕度同天氣，要同落雨有關係，令到嗰個汝窑嗰個窑係有一個好獨特、好靚嘅一種藍綠色一種嘅顏色嘅。以前唔知邊個皇帝咧，或者整啲汝窑咧，用咗好多嘅資源，好多嘅人力物力。即係個窑咧好大個缸㗎嘛，跟住好大個土堆，跟住然後塞嗰啲瓷器去，然後燒㗎嘛，一燒就燒過千個啊嘛，跟住然後咧用好多日，用火燒高溫好多日之後咧，燒完啦，跟住一鑿開佢咧，先睇到嗰個成果，先睇到嗰一次燒成點嘅，然後可能係講緊1萬隻，裏邊有一隻係叫得上汝窑咁樣咯，類似咁樣嘅一個故事。中華文化以前做呢個瓷器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后面还来一个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天哪，把中国之連我媽都唔認得。文山是不输李商隐李煜的。不仅如此，方文山写词之前还会做大量功课，素胚、釉色、窑变，从墨色深处被引去，暗合了中国绘画墨分5色的技法，这些表达需要非常深厚的专业知识。方文山的词让这首歌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美感。第3是周杰伦的曲，在作曲上，周杰伦无疑是个天才。青花瓷主歌采用中国传统音调工商角徵羽，天青色等烟雨用下行音阶营造一种空灵感，契合烟雨朦胧的意境，还巧妙加入了古筝、笛子的泛音，用古筝轮指模拟瓷器的清脆声。节奏上既有传统古风的平稳，又有流行音乐的律动，用不同的节奏表达歌词中等待和相遇的情绪。主歌旋律随情绪层层递进，副歌旋律爆发力强，整首歌既文艺又流行。总之，周杰伦的曲就是中西音乐融合的完美典范。方文山的歌曲可以说是为周杰伦的编曲量身定制，词曲融合的天衣无缝。任贤齐评价过，说他们就像倚天剑屠龙刀一样，谁也打不过。不行，已经很厉害，还有个家伙叫做方文山，对不对？打那个双臂联合，让每一剑屠龙刀都在他们手上。那个时代，谁不被周杰伦终结了？周杰伦的中国风音乐独树一帜，除青花瓷之外，还有东风破、二如雪、菊花台、兰亭序、烟花易冷、红尘客栈等等。每首歌词都像一首诗，因其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民族乐器。相比之下，青花瓷的高度确实是其他中国风歌曲无法企及的。王力宏的《花田错》。在那花田里，我犯了错。
花田错是一个京剧选段，但花田里犯了错这样的描述被批示毁了经典。其编曲也以钢琴和 R&B 为主，二胡只是点缀。林俊杰的曹操。主题是历史人物曹操，但不是英雄不读三国，歌词流于表面，缺少文化深度。编曲摇滚化，有人评价是披着中国风的欧美歌。林俊杰的《江南》描写江南雨巷，编曲侧重 R&B， 民族乐器只是点缀，文化沉浸感比青花瓷要弱。李玉刚的《新贵妃醉酒》同東方文化冇關係嘅啫。但歌詞停留在愛恨就在一瞬間，稍有點膚淺。王眾網絡爆款。哦，呢啲 OK 啲。編曲出圈，但內容略顯輕浮。當然，這裡並不是貶低別的歌曲，因為就算是周杰倫，也很難再寫出超越青花瓷的作品。周杰倫的《紅塵客棧》。呢個都唔錯嘅。武俠風江湖感更加陽剛，沒有青花瓷那麼細膩。周杰倫的《煙花易冷》。哦，呢個 OK，我台灣嗰個。有歷史蒼涼感，主題是戰爭與等待，文學性突出，但沒有青花瓷唯美，其受眾群體也沒有青花瓷的含蓄愛情大。那第二個問題，為什麼青花瓷難以超越？剛才說了文化符號，方文山的詞，周杰倫的曲3個原因。這裡再總結一下青花瓷這首歌的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天時，2007年正是華語音樂全球化的巔峰，2008年又趕上北京奧運會。青花瓷恰巧在這個時間節點出現，直接成了中國文化輸出的名片。地利，青花瓷本身就是世界級文化符號，兼具了東方神秘的美感和西方藝術的欣賞性。人和，頂級創作團隊，方文山有深厚文化底蘊又極具畫面感的詞，周杰倫有天賦的旋律，鍾興民開創性的編曲，才有了這首歌。在其他中國風歌曲古風歌詞加戲腔的時候，青花瓷不管是文化底蘊或是詞曲，都不是一個層級的，讓所有人眼前一亮。所以青花瓷這首歌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傑作，真的很難超越。你覺得青花瓷是中國風的經典之作，無法超越嗎？如果讓你提名一首能媲美青花瓷的歌，你覺得是哪一首？為什麼？歡迎在評論區裡留言討論，也期待你的點讚支持。在之前的節目裡，我們說過，周杰倫經典的歌曲有很多，但有一首歌，旋律和歌詞特別簡單，甚至很多人覺得有點土，但卻被寫進了教科書，成了千萬人單曲循環的歌曲，它就是《蝸牛》。《蝸牛》這首歌的原唱是誰？是周杰倫在什麼情況下寫的？為什麼從校園的學生到社會上的打工人到奧運冠軍都在唱這首歌？為什麼這首歌能被寫入教科書？這首歌到底有什麼魔力？看完影片你就知道了。我永遠記得阿妹有推了他一首歌，我是聽海哭的聲，我應該是這個呼呼哈嘿，這什麼東西啊？就被退稿了。這個非常好，我覺得就是可以讓那些歐美國家聽不懂中文的，但是都能喜歡我的音樂，我一步一步對往上爬。以上這個影片沒看過的朋友，可以點擊屏幕上的鏈接觀看。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並點開小鈴鐺，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。讓我們一起繼續支持這位引領了整個華語樂壇，開創了自己一套音樂風格，成為中國風領軍人物的天王周聽。我是配對啊，這兩個是迅速找到對方嗎？那時候也沒得選擇，只有他一個，只有他一個寫詞。可能娘子完之後，可能爺爺泡的茶，或是上來943，然後接下來可能雙刀龍拳啊，然後東風破法如雪、菊花台、青花瓷、筆錄，這好像被討論的花風格，然後一直都在寫，對，手寫嘢，不是因為想要流行才去寫，沒有，純粹就是覺得中國風很特別，外國人聽到都會覺得很特別。你總會怎麼會有琵琶，然後會有二胡，然後又跟電吉他跟吉他。佢呢個人就係細個儲埋好多嘢，跟住然後突然間都大個想要點講啊？都大個想要去運用嘅時候咧，
你之前儲落嘅嘢咧就會派上用場㗎啦。因為咧你想做嘅其實就係建基於你之前一路儲埋啊，學識嘅嘢啊，見到嘅見解，所以咧你最終要做嘅夢想啊、理想咧，其實同你所學嘅所有嘢都係匹配嘅。唔係因為你想做嗰樣嘢，跟住然後咧你先學嗰樣嘢嘅，係你學咗嗰樣嘢啦，你去思考嗰啲嘢啦，然後呢一樣嘢咧漸漸就會慢慢，你一路進深嘅時候，慢慢你就會發現你自己想要嘅嘢係乜嘢嚟。然後你嘅路咧就已經係被你自己前面所學嘅嘢所決定咗。唔好擔心話咧，你想學一樣啊，或者你學習一啲嘢，或者了解學識咗啲嘢咧，第日用唔到啊，冇用唔着咁樣。如果你係想學嗰樣嘢嘅話咧，你自學嘅話咧，你最終一定係用得着嘅。除非咧好似而家讀書咁樣，讀書咧教個科目啦，然後佢塞呢啲嘢俾你啦，然後嗰樣嘢咧唔係你想要嘅之餘，就算係你想要嘅裏邊，但係學嘅每一樣嘢都係人哋去決定嘅，自己決定要學乜嘢嘅嘢咧，先係對你自己最有意義嘅。而家嘅世代唔同啊嘛，係嘛？而家呢個年代開始，而家要選擇究竟人仲係唔係要返學校，好似而家嘅教育制度咁樣，然後去學習。因為而家遇到嘅問題就係，以前咧學習啦，咁你就做一個工人啦嚇，打工人或者工人啦，本身學校都係為咗要訓練工人啫。即英國嘅學校，教育制度加現代教育就係英國嚟㗎嘛。英國就係工業革命之後要訓練啲耕田嘅人去成為一個工人，扭螺絲嘅工人，所以就要俾佢哋返學學習基本嘅嘢，數下數字啊，最緊要就係守紀律聽話。英國嘅人係最聽話、最守紀律。法例話咩，哇！緊張到爆啊！嗰啲人，好唔好偏遠咗？啱講到咩？所以咧，而家到 AI 而家呢個年代嘅技術去到 AI 嘅時候咧，就遇到個問題就係咧。一個程式啦，即係而家電腦有互聯網開始已經遇到就有呢個問題㗎啦。但係咧其他嘢嘅教育制度各方面咧都係冇配合得好嘅，都係未配合嗰個嘅技術嘅進步，因為技術嘅進步係逆轉唔到，而且係發展一路不斷向前發展，但係人類嘅制度咧。同埋人性咧本身係冇乜進步嘅，即係冇咩可以改變空間。尤其是人性冇乜改變空間，個個人一出世都係由零開始。文明係可以一路上去嘅，但係人咧只要係過咗呢個壽命啦，即係你一生小朋友啦，呢個小朋友就係同你一樣，係同你以前一樣嘅由零開始。而家嘅 AI 係你一個寫咗個程式啊，一個 program 啦。唔好講 AI， 就算寫 program 都係，已經好多嘅事情已經係可以自動編排好㗎啦。人嘅勞動嘅價值係冇以前咁高嘅。以前咧唔係以前啦，而家即係勞動嘅價值仲係有嘅，但係咧好多嘢咧都可以俾其他嘅自動化取代咗。咁人咧仲有咩意義咧存在啊？係咪有啲人話嘛，打工就係人類追尋意義嘅一個重要方式？有啲人咁講，有啲學説係咁講。咁而家咧呢個世代咧，強迫你諗呢個問題啦。以後嘅學生咧，讀完書出嚟咧，可能都冇嘢做嘅喎。咁咧呢個世界嘅社會制度咧就要改變啦。有啲學説就話咧，第日會點樣咧？第日咧就會政府咧就會將啲寶藏啊、token 啊
埋喺世界上唔同嘅地方，喺啲草叢度、喺山啊嘅地方咁咧，人類嘅勞動咧就係咧周圍去揾呢啲嘅 token，然後咧就去換錢換食物，即係一個獎勵機制啦。其實好原始，亦都係好符合人性嘅，因為人本身呢種生物就係主要收集嘢，跟住然後收集食物，有幾多食幾多，食晒佢。呢個都值得思考嘅問題，但係咧可能再講多啲。